同埋對我哋學校嘅支持。現在共請葉以欣校長致謝詞，請葉校長。李東海、李君豪基金有限公司主席李君豪先生，司主席黃校監，各位副主席、總理、各位嘉賓、各位家長、老師、同學，今日係本校15週年校慶典禮嘅大日子，承蒙李東海博士公子李君豪先生親臨主禮，我哋東華三院司主席、董事局嘅成員同埋各位嘉賓嘅光臨指導，本人謹代表我哋本校全體嘅員生致衷心嘅謝意。1999年，東華三院獲得李東海博士捐助建校經費，就成立李東海小學。咁喺建築期間咧，李博士咧已經係非常之關心我哋學校，嗰陣時係起緊嘅啫。咁佢都係親自咧係去到嗰啲工地嗰度咧去睇睇嗰啲施工嘅情況。佢對教育嘅熱誠咧係實在非常之令人欽佩。當我哋翻看我哋學校嘅啲歷史嘅片段，無論係喺開幕禮或者係5週年嘅校慶，設立李東海獎學金，接受我哋李東海嘅學生訪問。仲有宴請我哋全體嘅老師職工，都在咧係睇到佢對我哋學校嘅關心、愛護同埋支持。我哋非常之懷念李博士。李君豪先生一如佢爸爸一樣，亦都係非常之支持我哋學校。剛才佢話係我哋學校嘅忠實支持者，我實在好感動。多謝你，李主席。講返我哋學校，今年3月，東華三院嘅學務委員會就已經通過咗咧，係要運用一個成效指標嚟到促進學校嘅發展。咁我哋其實咧係深深明白到嘅，教育係一個重塑人嘅過程，所以學校嘅質素對學生嘅成長嘅影響係至為重大。以下我想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學校今日喺呢啲成效指標之下嘅一啲現況。第一個指標就係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嘅申請人數，係學生人數。教育局咧係今年咧係特別咧係要求我哋學校咧係要多啲收呢個小一嘅學生。所以咧喺包括早前已經註冊咗嘅63個小朋友，嚟緊呢一年咧，教育局咧係要將223人咧係派到我哋學校呢度。其實咧，我哋學校正常咧每一年咧係只係取錄5班小一，每班25人，係取錄125人嘅啫。第二個指標咧就係關於升中嘅平均派位組別。我哋學校最近呢5年嘅升中派位組別嘅成績，平均
均都係高於全港嘅水平嘅。咁呢個咧係我哋老師好辛勤工作嘅成果。第三個指標咧就係關於小六畢業生升讀英文中學嘅數目。雖然喺元朗區英文中學咧係唔多，咁但係咧喺最近呢5年，我哋學校嘅學生升讀英文中學嘅平均咧嘅百分比都超過30%。咁其實呢個咧就係衡量我哋嘅畢業生佢嗰個選校嘅競爭力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嚟嘅。咁第4個指標咧就係具成就嘅一啲課外活動項目。我哋學校喺課外活動嘅發展係非常之蓬勃。就以本年度嚟計算咧，我哋總共係開辦咗38個項目，53個班別，而達至優異水平嘅咧，分別係有花式跳繩啦、朗誦啦、戲劇啦、舞蹈啦、田徑啦等等。咁第5個指標咧，就係以學校為單位獲得嘅獎項。我哋學校咧喺舊年嘅一個關於健康生活嘅一個叫做智營認證計劃嘅頒獎禮上，我哋好高興，我哋係獲得衛生署程卓端醫生係親自頒發咗一個名為整全嘅智營學校大獎俾我哋。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本院第一所小學獲得呢一個殊榮嘅。咁以上嘅成就咧，實際係來得不易。咁我哋真係要好感謝東華三院主席、司主席同埋董事局嘅支持。咁仲有咧係我哋教育科嘅指導，同埋我哋全體老師嘅努力。最重要咧係各位家長嘅支持。咁咧喺呢度去到呢度咧，我要講咧就係好感動。咁咧本人咧就係喺呢個東華三院咧就係服務咗係31年，咁而家咧就到咗咧係退休嘅時候，咁所以咧係如今退休在職，咁啊自然咧係依依不捨。咁緊盼我哋嘅接任人能夠繼續秉持我哋東華三院辦學嘅宗旨，重視我哋嘅固有嘅價值，繼續把本校嘅工作發揚光大，造福學子。最後我要感謝李君豪主席、施榮恒主席、黃孝監、各位副主席、總理、各位嘉賓、家長今日嘅嚟臨，亦都感謝各界致送嘅花籃、花牌、賀詞，令到我嘅典禮生輝不淺。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多謝。多謝葉校長。今日係一個咁開心同埋難得嘅日子，現在恭請台上各位嘉賓一齊影一張大合照，留住咁難忘嘅一刻啊！多謝各位嘉賓。稍後我哋預備咗短片欣賞同埋學生嘅表演。現在恭請台上各位嘉賓移步到台前嘉賓席就座，欣賞稍後嘅節目。
芬啊，今年係我哋學校創校15週年，到底我哋學校喺呢10年有咩難忘嘅回憶呢？咁，不如我哋細心欣賞以下嘅短片，璀璨光陰15年，朗讀答案啦。知唔知道
名為切拿格拿。內容係講述一班小朋友喺讀書嘅時候一齊賞花、一齊跳舞同埋一齊遊戲嘅情景。我仲知道，佢哋喺今年嘅第18屆屯門區舞蹈節比賽同埋第36屆元朗區舞蹈節比賽獲得咗金獎，而喺第50屆校際舞蹈節亦獲得甲級獎。有請東方舞種嘅同學為我哋跳出切拿格